来看内政部伫7月初推出300亿的扩大租金补贴，也毋过有真侪问题。今仔就有立委呼吁临时会应该赶紧来处理租厝条例修正案。万户，然后300亿的这个租金补贴啦，50万户租屋的这个补贴，请问现在发出了几户？连30万户都不到。内政部伫7月初推行300亿扩大租金补贴专案，不过问题了了，嘛出现厝卡要申请，互厝头家主动的情形。申请旁边的人，拢卡去崔妈妈基金会讨救兵。立法院按算后礼拜会召开临时会。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今仔日主张，除了处理性平三法修法以外，嘛要处理甲居住正义相关的法律。除了原来预定要来修订的性平三法，时代力量也建议吹哨者保护法，还有外衣间条例还有囤房税来落实累进差别税率，这个是时力党团所推出的囤房税的这个修正。社会住宅的完工数一定要来做提升，还有囤房税的落实差别税率的课税的方式，以及修法来做处理的是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，订定租屋的实价登录，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，以及实际上在推动的成果。时代力量表示，国内税厝的人口超过300万人，不过租金甲税厝的品质却无透明。另外，伫司法改革的部分，最近引起讨论的外役假的争议。时代力量党团嘛希望临时会会当量早处理外役假条例相关的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